后来，这个政治人物也是加用一寡心来关心百姓，才是头路。阁有农民哀叫咯。中华溪州是全台湾芭乐的第2大产区。今年啊，这个产量过头多，计销大败市。过去一台斤通啊卖到20-30块，结果最近每台斤落到剩3块。农民讲天气热，芭乐发较紧，再加上旧年的计销好，大家小争种，结果就是产量伤多，计销大崩盘。 农民苦过面，笑袂出来。迄一寡猪就食饱啦，真正唔食咧，迄有够济啊，伤济啊。农民采收芭乐，照理讲应该真欢喜才对，但是笑袂出来，因为采收愈多，损失愈多。捌一条了5-6块尔。这是中华溪州种芭乐的数量是全台第2多，但是即摆因为数量伤多啊，计销拢崩盘。 好的时阵，一斤差不多20-30块起哩啦，然后20-30块啦。啊，即摆咧？啊，即摆就剩3块哩。农民讲，生产过量除了天气的因素，上过热以外，也阁有人为的因素。人进来货出去，看有当卖挂无？啊，结果咧？啊，结果就无遐啊哩。大家拢想要拼外销，就一直增加油购土地，即摆市场的需求无增加，倒落。 的确是低于成本价，我们已经在注意，那也让农民有些人在反映心声，说我们尽量去协助。那我们近期也有一些促销活动会再出来。中华县农业处讲已经甲溪州芭乐外销加拿大85栋啊，嘛积极甲其他国家咧季节当中，尽量帮助农民减少损失。